喺大陸買樓做貸款，咁呢5個原則咧，你一定要喺大陸買樓做貸款。簽合同之前咧，咁呢5個原則咧，你一定要知道。嗱，售樓部嘅銷售咧，同埋嗰個銀行職員咧，通常唔會主動同你講嘅，因為佢為咗簽單咧，就唔會講呢5樣嘢。咁你了解咗呢5大原則之後咧，分分鐘可以幫你慳翻幾十萬。第一點，唔好認為你喺呢邊銀行做貸款買樓咧，銀行就一定批你嗰個貸款嚇。如果你喺售樓部交咗10萬蚊訂金之後咧，銀行先至同你講咧，話你貸款唔到，咁你呢10萬蚊咧就一定係打水漂啦。所以咧喺交訂金之前咧，一定要去嗰個同銀行職員講清楚查徵信，同埋講清楚你有冇不良嘅信用卡嘅逾期記錄，確認咗你唔係徵信客戶之後咧，就避免咧就到款嚇，交咗訂金。第二個貸款買樓咧，要做好呢個打算，就係長貸短還啦。咁銀行貸款咧係普通人咧可以攞到銀行最大槓桿嘅一個途徑嚟嘅嚇。雖然話咧你30年嘅貸款係長，但係咧你嗰個利息，如果你貸足30年嘅話咧，以100萬嚟計嚇，你貸足30年咧，你就要還多52萬嘅利息。所以話咧，等大家生活條件好咗咧，可以嗰個提前還款，咁咧就一個長貸短還啦。第3點就係選擇銀行嗰時咧，千祈唔好要馬虎。睇樓嗰時咧，我哋可以問清楚各間銀行嘅條件，譬如話利率嘅高低、提前還款係咪要收違約金嘅？選擇利率低而且冇違約金嘅銀行咧，可以喺我哋往後30年嘅還款期入邊咧慳唔少錢。記住，目前我哋咧只有一次選擇銀行嘅機會。第4種咧就係我哋選擇提前還款嗰時咧，一定就唔好選擇錯方式嚇。而家銀行咧通常咧就會俾2種選項俾大家。嗱，月供就唔變，年限減少。另外一個就係年限唔變，月供就減少。咁我哋咧假設100萬咁嚟計下，年利率係3.0嚇。咁如果你揀第一個咧，月供唔變，年限減少嘅話咧，嗱，總30年嘅年限降至嗰個12年，咁佢就由利息嘅52萬咧降到而家係9.3萬。咁如果你係揀嗰個年限唔變，月供減少咧，咁佢嗰個利息咧係高達26萬嘅，咁係你第一種方式嘅3倍咯。所以記住，揀呢個提前還款咧，就一定要揀月供唔變，就係揀嗰個年限嚟少，咁樣你嘅利息就少啦。第5點，要揀啱合適嘅還款方式。通常還款方式咧就有2種，等額本金同埋等額本息。等額本金咧，佢嗰個前期嗰個還嗰個本金咧係還得多嘅，咁月供咧就會慢慢咁樣降低。等額本息咧就每個月嘅比較固定，就係還咁多，但係佢咧利息咧就會高啲。咁唔想個壓力大咧，你可以揀呢個等額本息。如果你係接受得到呢個高月供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揀呢個等額本金啦，因為佢還嘅利息係少。關注阿莊，只買生活唔買房，我哋下期再見。